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，乡村仔的思想机。首先呢，先来安排一首动听的歌曲。祝福好好。要食米粉炒，我要食米粉炒。这是乡村仔伫前一站开演唱会的实况录音。过来呢，先进一段工商服务。就后面换面南北走无见。所来要进行的是台湾注射政治漫谈，这有乡村仔想到，进前伫台中，嘛有人响应李前总统的政策，伫北屯的土地公庙边啊，种庆基兼庆纸。先进一段工商服务，等下即个来进行咱的节目。东营科技公司最新研发，宇宙击破3万里，迄个闪电路径 APP。会使帮恁找到好地面、好穴位，东营牌客家眼镜真神油，各大电台指定药房拢买得到。树木恢恢，周道为池，气不怀归。往事美果，我心伤悲。四只马工走得急，路途弯弯，远无比。敢讲无想要转去，公事直做无停止，我的心内足伤悲。春夏秋冬，已过一轮，我的感觉停伫迄阵。东营牌稳当发自强包，毋若处理车辆未发，咱遮做面粉类的师傅，日后恁做胖板头包啊，只要用咱东营牌稳当发自强包，连续做法7749天，免用发粉，嘛保证一定发。东营新科技，保证恁满意。东营牌超万能目镜门已经隆重上市，轻食老火老滴，中食急救送医，东食明年做机，一比中绝对袂失去。新闻插报：本台特派记者乡村仔独家采访乌白来消息，轰动全台湾的男子汉乐团伫早暗表演，甲规场观众的情绪吵甲闹热滚滚。主唱 Dr. 高碧云也有现场热情的气氛感染。伫表演达较高潮的时 ，Dr. 高碧云煞启动发起来啊！红山小学分子龙啊，请江湖人称好蒙赤字阿红西，为伫倒手的手骨头来请一把丹火镇香牛。江山的消息，村头啊为了响应政府防治偏高热的政策，就伫厝内进行巡。到青路风台动态，真久无伫空中甲大家见面的风台模拟句。以上是咱汉字之声本部独家所提供，由本台特派记者邢春啊为恁采访乌白来新闻，多谢收听。